有人胆敢挑战最强？今天你来，你是要向祖师爷挑战，会不会是你职场生涯即将就告家为祭啊？让我们欢迎祖师爷。最后压轴的最强名人会是谁呢？瑟琳娜语出惊人，曾国成当场发飙。文心一出来唱歌的时候，哇，他侧面好帅哦，徐老师啊。转到这边的让我看。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，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他结婚了没？结婚了。结婚了，有小孩了吗？哎，没有。瑟琳娜，什么观念？最强特别企划，向最高境界挑战。每项技艺都有一位代表人物，这个人矗立在技艺的巅峰，就像是古典乐之于莫扎特，篮球之于 Michael Jordan， 咏春拳之于叶问，面包之于吴宝春一样。他们是后辈敬仰的像，同时也是领域中的最高目标。挑战他们是所有后进的梦想。而今天向最高境界挑战的主题就是最强台语情歌至尊。台语最具情绪感染力的语言，而台语歌更是台湾人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。但是在各大流行音乐排行榜中，竟完全不见台语歌的踪迹。难道台湾的年轻人不听台语歌了吗？今天就有一位年轻人，他打算要突破这个困境。最强挑战者黄文兴，2007年在选秀节目崭露头角，之后也陆续参与电视剧与电影演出。在2011年更获得第22届金曲奖流行音乐类台语男歌手奖的殊荣。最佳闽南语男演唱人得奖的是黄文兴。自此，黄文兴不仅是影视歌3栖艺人，更在台语歌界奠定不容忽视的强者地位。唱乾坤，笑我天下人歌。黄文兴要用他的歌声证明台语歌能够突破世代的樊篱，感动所有人。今天的最强企划共有2关，第一关必须要通过20位女性过半人数的献花，第2关则需要通过祖师爷的讲评认可。马上欢迎台语歌情感王挑战的最强挑战人黄文兴。欢迎。是我不应该来你阮心内，只有时间无咱三心中伊的爱，像一个平静所在。是我不应该来你阮心内，当初是阮大意错，先一款暧昧，又无来想着。是你的爱。谢谢黄文兴同学。这里请啊，先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要跟后面的20位佳丽啊说问好一下。拜码头一下。 20位佳丽你好。没有的，这边还有3位佳丽。文心一出来唱歌的时候，哇，他侧面好帅哦，徐老师啊。转到这边的让我看。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，那他正面帅不帅？我说正面也蛮帅的啊。那我就问你他几岁，对不对？对。几岁啊？几岁？要不要直接回答齐家瑞老师？35。你有35？有。黄文兴，你只要再讲话再多讲3分钟，他就拿钱出来投资你。对。真的。为什么我没有坐在那边给我一朵玫瑰？你知道徐老师对啊，21位佳丽啊，金主啦。老师直接买100朵，我跟你讲。徐老师刚刚已经问到说，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他结婚了没？你有对象没？现在有。他有对象。有对象啊？好不好？还没结婚嘛？结婚了。你结婚了？你结婚，这可以讲哦。你什么时候结婚
像包袱啊。黄文兴，你们先，你们公司的人在不在啊？啊，结婚了，有小孩了吗？哎，没有。哦，那还 OK 啊，还有机会。啊，老师。这是作为男人应该要负责的。Selina，啊，对不起。结婚没有小孩都还有机会。哎，没有啊，很奇怪。那什么观念？难怪我最近在阿东碰到他都不高兴。观念太偏差了，太过分。文心，你知道你今天，因为刚刚的确唱得很好，可是今天你来，你是要向祖师爷挑战这几个字让你不觉得有点压力吗？会不会是你职场生涯即将就到告家为继啊？因为你可能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。如果被否定的话，对，没关系，我还有戏可以演。哦，已经想好退路就是了。这也不错啦。黄文兴真的是个难得的年轻人，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跟所有歌坛的朋友说再见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哎，就是如果有来登台的同时，也就 say 拜拜。好，但是换句话说，就是如果可以得到祖师爷的认可，那我觉得会让我加分很多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是庆功宴或者是告别式，我们就一次做到底，往死里走。里程碑跟墓碑就挑战一下。所以你能这样里讲，程碑或墓碑，你能这样讲，我就放心了。反正没有的话，你还有曲老师啊，对不对？金主。这样他好，他是谁？请看我们的 VCR。毋庸置疑的实力，让人最不想面对的最强把关者，台语情歌界的最高门槛最强把关者郑敬一。让我们欢迎祖师爷郑敬一。祖师爷，还要踢他啊！老师好，你有意见吗？好了，一哥对了，祖师爷，神一般的存在。特别把他从三峡祖师庙请出来，真是不容易。这样引导什么跟人结婚的代志敢问出来？哦，这不应该结婚了，什么跟离婚都好啊？这样有个人都离过3次，哪里是离婚？没啦。我觉得一哥好像对他离过3次婚，有点骄傲哎。有些事情我们不适合在这边歌功颂德啊，对，我们还是谈谈你的音乐造诣就好了。台语要在诠释一些意识上面，是不是比一般的国语要稍微要更那当然会靠也比较好。是啊，是因为那闽南语它有特殊的一些韵味，它有发音的问题，发音的问题啊，你那灯了不鬼哈，也不好听啦。而且你说这样而已，这样子而已，国语要这样讲，台语很快，安尼娘，你就觉得哎很有味道。不一定啊，我马讲安尼娘娘。今天呢，他来担任把关的动作，由他来做，我相信我们无可取代了啊！现在请最强祖师爷郑敬一哥带来他今天的演唱歌曲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歌名呢？祝该名，祝该名，一起来分享一下。做伴，我讲话要讲予啥人听？心迷雾，你来做伴，我的心就一阵寒，一阵疼。希望咱的缘分。前世注定，山盟地也袂来变卦。你要就怎用你生性命来听我笑我，日日夜夜。情歌，唱一条你上爱听的歌，假使我一生若永远孤单的是我，祝该怕破国的。
塞会不会捞出来？这首歌很日本，很日本哦，有点演歌的很感觉。日本的感觉。一哥的歌声我是绝对不敢评论的啦，因为这真的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对我们讲讲看来讲是大前辈。你讲讲看嘛，讲讲看嘛。你觉得怎么有威胁人的感觉？我跟你讲哈，一哥非常的自由，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。刚才呢，一哥的表演事实上在做一个活力展示，让他知道呢，其实情感的诠释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。好，今天要准备自我挑战了。今天要用哪一首歌挑战台语歌的情感王？这首歌是一哥做的《给傲》。给要哦。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当初在比赛的时候，总冠军赛的最后一轮我所唱的歌曲。哦，你也有唱过这个啊？对，哦，就是用这首歌拿到亚军的。是。那会不会如果不唱这首歌就拿到冠军的意思？没有唱这个可能拿到第8名去了。对啦，所以当然第2名是亚军，是因为一条怪怪的。一哥啊，你太敏感了。对啦。我其实你这样摸我才觉得敏感，你讲话就好，手不要过来好不好？好，来加油各位加油掌声欢迎给要。一日咱若老，做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高，吃好吃歹无计较。怨天怨地嘛袂晓，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家后。阮将青春加伫恁兜，我对少年。世事嘛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予恁兜，才知幸福是早早老老，等待等去的时阵若到。我会让你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。谢谢黄文新同学，这里请。啊，好深情马的上听一下我们的评审团，大家听的感受如何 ？JR。我觉得黄文兴唱歌，就是从以前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遇过他，就是我觉得他唱歌非常好。重点就是说，当然一哥，我现在讲这个只是一哥你是一哥比较敏感啊，一哥你是经典人物了，对，传奇人物。黄文兴唱歌有一个非常好重点，就是他很诚恳。什么唱歌的技巧，音高不高啊，假不假音啊，冲不冲得起来啊，都不是重点。他很诚恳，让你第一个你已经先投入了。好，曲老师感动到。没有，我要讲一下那个一哥，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听现场郑敬一大哥，我每次都是透过电视看。第一次我感觉就是让我想到，就是我在念大学在纽约看到那种国际，就是国外的。
那种艺人在 Madison Square Garden 表演的感觉，我觉得一哥真的麦迪是世界逊花园广场。我觉得你真的是世界大师。在一哥面前尽量不要讲英文，他会生气。没有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因为刚刚这个歌一哥唱的歌，那个歌我不熟，我也没有看到字幕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台语我没有很懂，可是完全没有语言的障碍 ，no language boundary， 完全没有。我觉得你又讲英文了，我觉得障碍啦。我觉得我真的是视觉、听觉的享受之外，而且听者身体有共鸣，我会不自觉的颤抖，因为一哥他是等于是说今天看电影是一镜到底哦，一气呵成，他等于是咻要告诉你他一生的故事，就让你进到那个里面，然后所以对一哥 soul mate。我跟你讲 ，listen， no， 刚叫是台车，我们来走啊，我两个是走。no，listen， 听我讲，我还没讲完。是。所以等于是说，对一个人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人，应该说是崇拜 ，OK， 就是对之崇拜。那讲到那个文心的话，你刚刚这个玉林哥有讲，几乎是 unplug， 几乎是 unplug。然后我觉得你的演唱方式是循序渐进，不插电啊。然后虽然也许你一生只有，你听嘛，也许你这一生只有这一个女人好了，就是你的这个老婆，可是。你的声音里面让我觉得你是为你的妈妈唱，或为别人妈妈，会为别的女人而唱，这个才是厉害的地方。而且我刚刚正陶醉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结束了，如梦一场。所以听你的歌不只是一哥是崇拜你的歌，我觉得我们身为听者跟女性，想要冲上去要爆了。哇！我觉得是那个感觉，非常舒服，让人舒服是多困难的事，因为大部分歌手都要展现。不会啊，让人舒服，我觉得蛮简单的。就来，一哥只唱歌啦，OK 啦 ，OK， 对。我来补充一下啦，其实唱歌就是我讲了是看歌型了，说像我唱歌，我不会每一首歌都唱一样的方法。像我这个歌曲有很多拢记了不好，都听得透啊，因为记了不好嘛。但是其实唱法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拿唱的一些唔知是话多记无啊，过迄个。要跟我们讲啊，不，马上唱的迄个不赶快来，你画一个衣服来，我讲一下，来，我示范给你这样，你可以唱的这样。哦，新手人妻。年轻人。风尘味很重。说错话，我唱了这讲的。大忌哦，这个大忌。这就是有点甜蜜的感觉。无你我唱一句，你选我几回，我唱我你听，几回唱什么话呢？我来讲，人妻的话都从25岁以上嘛，哦，现在25到30。30到35岁的感觉。开始唱嘛，35人无啥要插了，35岁，人开始找查某啊，就35岁以上来，35岁。我会陪你过40岁了。谁说人家40岁声音就变那么低啊？一哥他40岁做性手术，我讲对啦，我讲是，婚姻不幸福，不是代表现在变粗。我想到咧，你讲你我想到啦，50岁以来的女生哦，拢是啊，哦，安尼啊，那超过60岁，哎呦，老啊嘛，破病心啦，伊若生病心，哀声都无使。你看这首歌曲哦，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原创作者，所以他可以自己随便玩，然后自己他的意境在里面，我们就不适合开这种歌的玩笑，充满他的想象，对不对？黄文兴刚唱的，你已经完全放在心里面了，是，有过第一关，第2关我们再来说，好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黄文兴，我看黄文兴中间就位，对你可能要这边吗？是不是要让他拿着一个这边？然后呢，美丽的助理小姐把托盘交给他。哇，在这边，现场后面20位佳丽，好残酷。第1排请起立。你如果到这边谢谢他，但是你不想给他，你就直接就回去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准备第1排，请开始。乔伊，第2位 Mina， 第3位我刚刚参加告别式啊，大家献花啊呢。外国人，第4位，哎，就讲
不是里程碑就是墓碑啦。碰得了，让出去哇！来，好，鞠躬。小歪，目前4朵3朵，喽。欢迎林夕，现在5朵了，是吧？徐老师多想下去献花了，5、6朵，再来6朵喽，剩3朵，加油加油！平丽，剩3朵的。这一朵不乐观哦。给他！来，靖宇的一个9朵了比例，这真的是好残酷的一个考验哦。 10朵了，拉现在是窒息 Last door，听牌。过关。哇哦！面对祖师爷的庞大压力下，黄文兴竟然顺利通过考验，获得了15朵的玫瑰。接下来面对的就是祖师爷的讲评时间喽。第2阶段的评鉴就要交给祖师爷来决定。好，他是不是要通过这个考验，好不好？祖师爷，你的玫瑰马上就到了。哦，我还要给玫瑰你要给玫瑰啊？我要咬着去吗？马西也在了。尽量不要。你在原地把你的感受说出来。这一战会是黄文兴的里程碑吗？吴兴他唱过评演奖，他虽然没有我们听的他在第一关跟唱关，可是他很时尚感。哎呦，时尚就是有机会，当然有些部分他就是我讲还是有缺点，可是整个来讲哦，他很时尚感，很流行感。我觉得闽南语歌以后就是要这种唱法，我们才有机会，不然我们在闽南语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所以冲着这一点，我就要捧他场了。哇！谢谢祖师爷的肯定。第2阶段的评鉴，恭喜过关。哇，哇，被一个肯定耶，说台语歌有希望了。音乐虽然是没有国度的限制啊，它是艺术类型是可以跨国度的，但是音乐还必须与时俱进。对了，对不对你讲对。哦，像他这样子能够掌握时代的脉动，跟年轻人站在一起，否则现在台语歌会传颂的，怎么的只剩下5月天。像国语歌一样，以前也是这种传统唱法，现在就不行了。现在你在重唱没有人要听了，所以它很简单，它也许没有尾音，有一日咱那老都没尾咱那老，找无人教咱友好，按着串，按着串赛啦。对，那个有点。我当然不是讲你路边一棵，我不是讲你哦，你唔能安尼唔害我，你跟我讲，我冇讲。起立狗。美丽动人的感觉，我觉得今天难得有这样的跨界的组合，跨世代的组合，不如这样子。你曾经在选秀的歌唱节目当中，曾经唱过《妈妈掐你母汤甜》，是，而且你唱的声泪俱下，想到了在屏东的妈妈，是，对不对？一个离乡背景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切功成名就，现在衣锦还乡了，但是难得能够跟着原作者一起唱，我们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这首歌曲划时代的，让他们合作一次，哇，好不好？好掌声表示通过，谢谢。好不好？来，我。思念着故乡的妈妈，不知影母你敢有勇行，袂当踮你身边，甲你来作伴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。虽然是妈妈的话我唔听，今仔日的路才会这歹行。妈妈，请你唔通听，唔通为我心痛痛。有一日，我会变着好名声。祖师爷要出马了。想起了妈妈的形不知影母你敢有勇敢。
当甲你照顾，我是不孝囝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。摕出了你的相片，忍心看，希望啊母你唔通受风寒。妈妈，请你唔通听，唔通为我心痛痛。有一我会创造名声。才歹行，妈妈，请你唔通听，唔通为我心痛痛。有一日，我会得到好名声。两位这里请，来，两位这里请。好感人哦！新旧世代的交替，这首歌曲其实创作有相当长的时间，包括今天的一哥唱了一首《祝该的命》，那首歌1995年的作品，那都已经是快要这10几年前的歌了，10年啊，太好听的歌曲啊，是历久弥新的啊，历久弥新的。现在他基本上已经过了第一关，也过了第2关，现在要告诉全国的朋友，恭喜认证通过，恭喜！恭喜！好恭喜！有请屈家任老师，我们颁发我们的金牌认证。老师加油！老师加油！老师加油！终于离黄文兴很近了，近距离！老师冲了！老师 ，Go！ 老师！哪里啊？我的花！老师要近距离接触了。花来不及，没关系。你就是一朵花了，你就给他拥抱就好了，拿送花干什么？闭着眼睛听你们2位唱，然后太享受了。对啊，然后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2个大帅哥。还好叫曲老师下来，曲老师一直以为要等到那一天才有机会送花。我们先给他戴上。现在认证金牌一面。谢谢。恭喜！玫瑰花1朵。玫瑰花4，拥抱1次。亲吻2分钟，一哥生气。他鼻子超漂亮，他眼睛是那种眯眯耶，他鼻子多挺，然后牙齿多好看。你是来挑宠物的？还是挑女婿？我终于，你知道我来过那么多次，我今天真的看到一个极品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像出来叫你来看一只黄金猎犬呢，你还好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好棒的男人。好，那我应该这样问，请问你用餐完了吗？可以结束了，可以走。你可以往那里用膳完毕。谢谢池老师。你要点甜品吗？底色要吗？你再怎么样也是补品啊，你怎么会是甜品？你说就是像冬虫夏草等级。人生的。再一次的感谢一哥，也谢谢黄文兴，恭喜！谢谢我们的24位佳丽，谢谢。恭喜黄文兴挑战成功，得到祖师爷的认可，顺利进入最强名人榜喽！本周的最强名人榜全数认证通过，下周还会有怎样更精彩的表演等着我们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